实现在乘地铁飞看马仔，发现哎搞死！哎哟，真的呢！3年前来第一趟，伊是对伊拉石头发大习惯。哎哟，烂地方也带在，我每趟打你要为谁得来打灯。今朝马路上侪是个烂跑完，现在电动车不当买子，不可。去年收光嘛也是光，年终奖还没啥捞了，上市单子。搿两只物事我再翻吃。我也去个呀，也是搿，你讲吃还讲买花捞了完。我对子单子，当门禁闭完，我来联系。今朝你个脚趾了，中饭谁看哪只啊？哎哟，那没人出来着？搿人谁是最帮也带着玩？哦，门开着，开到搿搭，我看见是搿人来打你沾水，眼睛也看不出。哎，你哪开汽车个家看不出嘛？见名来个，那写个老很好看，这家伙不是业务，哪是业呢？是给我看书啊。你是当你官三没孩子玩？张老板的。啊，那冷的啦，来别开空调去着，一只烧吃着玩。就为我们几个人。必须的。刚刚才到家。哎，今天来什么呢？那当句尾巴空着嘞。我说这个回报啊，你们听不习惯的。不是，我们觉得你高抬我们了。小马说你这里经常有领导来的。哎，对，都是木铎市里的领导。哦，省里的，那你搞大了啊？怪不得你是谁关心尾巴。基本上我来当你总结一下吧。那个原来政府的会所，现在呢把你转过来着，经过3年疫情啊，刚才恢复。总结单位啊，庭院深深，繁华落尽。非这一种地方哪熬得上我来？每一间包间都有独立的楼梯，各自的领导都撞不到，太隐秘了。哎，如果来吃年夜饭，我们家里正好20几个人，本来要2桌，现在可以坐1桌了哇。可以啊。一场类似专门站台上级干部的，他随时张局长来复还排到李局长，李局长来复还排到王主任。阿东，哎，现在在这里吃1桌要多少钱啊？人均的消费都要在300、500。那不贵嘛，平民化路线。对，其实生命性是蛮重要的。大奶不会碰到二奶，哎二奶不会碰到3奶，是5、6、7、8奶永远不会碰头。对，碰不到头。他上菜，服务员有专门的通道，在后面一排，这个通道是连接所有的餐厅的，因为人家会带助理、秘书过来，他自己端过去，这样的生命性做到了一个极致。啊，这个门都可以关。哎，对对对，你要不带我们到这里来，我们永远不会了解这个世界。这边老板呢，他喜欢私藏一些酒，那能不能去参观一下？当然，走，最好能让我喝一点。所有人侪做官样，现在来动作啊！反正你也有机会到一种地方来。好，现在你从到来楼梯上走下去，我有搭2张来，没一搭副还爬上来了。啊对，不是个金饭碗呢，那是从他这家，你不是再下去拍嘛？一到海个地方不来拍啊？你海上来金饭碗，啊，我对他说上去个金饭碗。哎呦，真的没呢！那3个地方不随便那海也听得见着哇。对呀，我刚刚出来，你对我先出来。这里我们哎呦，那声音也没讲。搿金饭碗呢？哎，你在前里去看的呢？叫水也没，等等你哪走去着？电话没电话不接，来，先看这吧，金饭碗让你歇歇。你总归认得转去的啊！这些都是他私藏的酒啊！哎呦，看见是石头烧留下来的。哦，这个钓鱼台有历史了。这个是外面没有买的吧？没有。钓鱼台的最早的总统酒，那个我们2页是成都军区的。那里面有没有酒啊？现在有酒都是买的。搿么你帮来看啊，不吃噶？石头烧也留下来的。这个呢是檀木雕刻，瑶池复辉。哪个是王母里面？这里面没有治国不来海。嘉宾。这一口海，叫水啊眼睛。哎，烧个是4家，烧个大的家，石头没啊？